我想说什么？哦，你说皇上他怎么能封兰贵妃为皇贵妃呢？兰贵妃毒打姐姐，还差点把我打死了。本来应该把她打入冷宫的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就……扣扣，我告诉你啊，宫中侍女不得妄议朝政，更不得妄议圣上。你刚才那些话就是耳天大错，可以治你的大罪乃至于死罪。哼，你呀！这么快又变脸了，也不改正自己的错误，还是耳天大错。不是说错成语，就是念白字。哎，扣扣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的成语对错、红字白字了啊？你给我死死的记住，宫中侍女不得妄议朝政，不得妄议圣上。扣扣，扣扣，宫中的规矩你是必须要学，也是必须要懂的。要是太后娘娘知道你一个奴婢，竟敢这样议论皇贵妃娘娘，还说皇上做事糊涂，扣扣，你这脖子上的脑袋是不扣杀的。婉儿姐姐，那个，你看啊，扣扣刚进宫没多久，野心未泯，她一个小小的侍女胡言乱语，你就不用向太后娘娘禀报了吧？啊，太后娘娘对一个小小的奴婢也不会有什么兴趣的。哎，对，况且殷大人都打过招呼了，那奴婢就更不必向上禀报了。但若扣扣一犯再犯，那奴婢就得尽职了。对，快谢谢婉儿姐姐呀，快点儿！谢谢婉儿姐姐。谢谢婉儿姐姐啊。你呀，走吧，朕今天啊，就住你这儿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今天刚离新后，理应住在皇后那儿，以示恩爱和睦。朕不愿意住皇后那儿，朕去她那儿住，朕觉得索然无味。那皇上也得去啊！如果皇上不去，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这错可就都怪在小婉头上了。皇上忍心吗？可是朕就是不想去，朕不愿意去。哎呀，皇上放心去吧，小婉的心，时时刻刻，永永远远，都在皇上这儿。唉，又怎么了？快去吧。阿玛，还好咱们都想低调行事，未对灵珠的事有一点声张，否则咱俩的脸可就无处摆了。一定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，阿玛要请太后娘娘给个解释。多纳怎么能跟咱家的灵珠娘娘相比？皇上立她为后，那定是忌惮咱家的权势日隆，有意遏制。这对咱家的灵珠娘娘太不公正了，阿玛。这等于咱家的灵珠娘娘受了咱们家族的连累啊！几度啊，后宫的事可不是用公正二字来评判的。你要记住，
兰贵妃未能封后一事，咱们不能流露出半点不满。相反呢，对兰贵妃晋封皇贵妃之事要诚挚谢恩。兰贵妃晋升皇贵妃，这是皇室给咱们家的面子。这件事，除了谢恩之外，不能动怒。你千万不能对后宫之事有一句评论，明白吗？阿妈放心，儿子在外面绝不谈后宫的事，儿子只议朝政，不谈后宫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妃嫔贵人14人，除静妃娘娘有病不能前来拜贺，其他的都到齐了。有劳公公了，那就开始吧。众妃嫔贵人给皇后娘娘拜贺，3跪3拜。臣妾恭贺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礼毕。皇贵妃娘娘，请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众姐妹也请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众姐妹，咱们外间说话。是。臣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郑王爷免行大礼。臣便失礼了。郑王爷请坐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老臣今日来慈宁宫，是为兰贵妃晋封皇贵妃一事来谢恩的。苏娜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郑王爷，哀家知道你对多纳封后一事一定会有疑惑，因为哀家之前对你透露过一些口风。如果皇帝废后，可能会是灵珠上位，如今真的废后了，却不是灵珠上位，其中原因恐怕是郑王爷今日来慈宁宫的真正目的吧。太后圣明，臣确实有点疑惑。废后一事，臣认为皇上理由充足，臣无异议，各位议政大臣也无异议。但是立荣贵妃为新后，臣略有不解，各位议政大臣也有所不解呀。好，那么哀家就给王爷做些解释。皇贵妃，请上座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众姐妹也请坐吧。谢皇后娘娘。
众位姐妹，皇上和皇额娘册立本宫为皇后，本宫实在是诚惶诚恐。试问，本宫又有何德何能，能身为这天下之母？本宫只能怀着如履薄冰之心情，完成好皇后的天职。本宫也希望各宫的姐妹能够一起努力，让这后宫祥和安宁，不给咱们的皇上、皇额娘增添一丝烦恼。皇贵妃才华出众，能力超群，本在后宫就有着极高的威信，现在又尊为众妃之首的皇贵妃，本宫深盼皇贵妃能协助本宫，一起治理好这6宫，展其所能。臣妾多谢娘娘抬爱，臣妾定会不辱使命，竭尽全力帮皇后娘娘治理好后宫。皇贵妃有礼了，快坐吧。谢娘娘。说到治理后宫，今日静妃索尔纳称病不来拜贺，臣妾以为娘娘应该派人去调查一番，这静妃索尔纳到底真的是因病起不了床，不能前来，还是妄自尊大不愿前来？倘若是前者，那索尔纳也该有太医所开的治病药方；倘若是后者，那娘娘就应该严加责罚，令其知错改过。我想这就不必了吧。这索尔纳刚被降为静妃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况且他也让刘公公带话称病了，所以本宫想，也就不要和他追究了。娘娘倘若如此的心慈手软，那本宫担心后宫以后，可并非能够像皇后娘娘。这皇贵妃竟然为了皇后之位，做了这么多手脚。其中最严重的是他欺骗皇帝，说他对董小宛十分欣赏，这么做是在帮皇帝让董小宛顺利地留在宫中。哎呀，这皇贵妃怎么能这么做呀？皇帝知道灵珠这些失当之事后，并未对他指名，还册封她为皇贵妃，这说明皇帝已经成熟了，知道皇室同议政大臣是一家人这个道理。他对灵珠的娘家人示好，是不想伤了郑王爷和简亲王。皇帝这份心思，哀家期望郑王爷能够领悟。臣绝对丝毫不知道皇贵妃做了这等不妥之事，臣难免心里有疙瘩。如今老臣的心里是万分的惶恐感动啊！老臣叩谢皇上、太后娘娘皇恩浩大。郑王爷请起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把话说明，又能各自拿捏住分寸，对吧？啊，太后娘娘圣明。皇贵妃这件事，哀家希望郑王爷不透露一点口风，哪怕对简亲王都不要讲明为好。皇贵妃是个聪明人，哀家希望她能自省到一些东西。若有人传话给她，恐怕会令她心生怨尤。老臣明白，太后请放心，臣绝对不会漏一点口风的。皇贵妃娘娘教训得对，德妃故意去讨好董小宛，是另有图谋，是与我们众妃作对呀。这人家可是讨到好处了，这不，从静妃升为德妃了。本宫所说的是皇贵妃失礼不敬之事，和董小宛无关。好啊，还
还敢顶嘴？你给本宫记住，皇贵妃与普通妃子之间尊卑有别。你叫本宫皇贵妃的时候，后面有尊家娘娘吗？简直是混账！皇贵妃，我们刚才说的是静妃的事儿，你可莫要扯远了去。还有，不要随口骂人。皇后娘娘，大家都知道您与果真向来亲近，您护着她不足为奇。可是这果真与董小宛结为姐妹之事，您就不能护着她了吧？这事儿您要是护着她，那本宫就同您一起去皇额娘那儿评评理。皇贵妃娘娘，今儿是给皇后娘娘拜贺的喜日子，不宜较真儿斗气。皇贵妃娘娘跟皇后娘娘说话，一定要称臣妾。刘公公，在这个地方，你还是少说话为妙。哼。皇贵妃，本宫可要提醒你，果真迁身德妃，那是皇上、皇额娘钦定的。果真生性单纯善良，皇额娘都不与他计较。皇贵妃，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？哼！再说了，欺负这无权无势的小果真，也算不上什么本事吧？皇后娘娘惠命，臣妾认为皇贵妃娘娘地位尊贵，不必与下面的嫔妃太过计较。好啊，荣贵妃也站出来帮腔了，难怪呢，皇后娘娘总是有人护驾讨好的。不过本宫提醒你们一句，倘若你们认为亲近董小宛的人，皇额娘会轻易放过她的话，那你们就打错了算盘，看走了眼，早晚会有后悔倒霉的一天。这个灵珠真是狠毒至极，本宫如今已经这副模样了，她还是不肯放过本宫，定要赶尽杀绝才肯罢休啊！今日皇后倒是当众驳了她，看来以后这皇贵妃和皇后的仇啊，就更大了。灵珠也真够胆大的，后来跟皇后娘娘说话，竟然不称臣妾了。她压根儿也没把这个多纳放在眼里啊！一番折腾之后，倒让多纳得了凤位，她气都气死了，又怎么可能对她毕恭毕敬的？姐姐猜的还真是准。今日多纳可算是端出了皇后的威风，显露了真容，还当众驳了灵珠。以后这后宫啊，可有热闹看了。本宫便要好好看戏，看他们一个个都栽下来。待本宫查到了多纳用毒蝴蝶害果真的证据，那多纳的皇后之位，怕也是到头了。那妹妹便陪着姐姐一道看戏，看着皇贵妃和这皇后斗得死去活来的，定是好看之极呀。淑妃妹妹，姐姐有个疑问。如今姐姐已栽了大跟头，已经再无翻身之日，其他妃嫔对姐姐都是避之不及，可为何你还对姐姐一直未变心呢？你就不怕姐姐连累你吗？淑妃妹妹，姐姐可要听实话，你可不能敷衍我。如今姐姐落难了，
妹岂能背弃姐姐，离姐姐而去呢？这要是让后宫的众嫔妃知道，他们会认为妹妹是势利小人，那妹妹以后何以立足啊？姐姐于情、于理、于利，妹妹绝不会背弃姐姐，定会与姐姐同心同德。好，那咱们两个就一起让这个灵珠下地狱。今日皇贵妃娘娘和皇后的一番冲撞，真是看得大家有些心惊肉跳。没想到这平日里老是怕事的多娜，一坐上凤位，竟也是威仪顿生。还有，那个果真居然也跳了出来。皇后嘛，天赋威仪特权，谁坐在那个位置上，都会有些模样。至于果真，最大的热闹便是董小宛，而结局最为悲惨的，也会是董小宛。如今，不仅是本宫恨死了她，灵珠也恨死了她，而多娜皇后定会用她最阴险的手段来对付董小宛。可怜这个董小宛，一只羊羔掉进了狼窝子里。姐姐说的真是没错，可是董小宛她是待在南院，跟咱们后宫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错了，南院的董小宛掀起的风浪还不够大吗？哼，姐姐还告诉你，不出1个月，皇上定会让董小宛真正进入后宫。真正的进入后宫？这怎么可能？董小宛要是进了后宫，那岂不就是给了名分了？皇上想马上下旨，册封董小宛为德妃，碰撞在了一起，再没退路啊！议政会议断断不会交出两黄旗印的。朕的意思，已经毫无保留的向各位爱卿表明了，可各位爱卿竟是无动于衷，没有一个支持朕的。董小宛是朕爱的女人，她已经跟朕进宫3个多月了，朕赐她个名分，难道有什么过错吗？平日里你们口口声声对朕的忠心到哪儿去了？皇上，臣等这样劝谏皇上，正是对皇上对大清的一片忠心呐。如果不是如此，臣等又何苦要惹皇上不快发怒呢？鳌拜大人，臣在。你与郑亲王的意思是一样的吗？皇上，郑亲王说的有道理，臣从未对皇上有过丝毫不敬。但是今天臣要冒死劝谏皇上，千万不要封汉人女子为妃。臣这样做是在为大清着想，是对皇上尽忠啊！诸位爱卿，董小宛已经归齐，玄武门前的恭进铁牌也已挪走，这其中的含义，你们都不曾领会吗？皇上说的2件事，以臣理解，这汉女不得入宫的恭进铁牌，是因休憩而暂移他处，随时都是可以恢复的，这有太后的懿旨为证。而董小宛归齐一事，臣想问，归齐便是齐人了吗？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我们祖上便没有必要定下皇室不得娶汉女的规矩了。要什么鸟插上几根羽毛都能变成凤凰，还有什么齐人和汉人的分别呢？皇上，激动！什么是高贵的血统？朕的阿玛是太宗皇帝皇太极，朕的爷爷是太祖皇帝努尔哈赤，
朕的血统够高贵了吧？而你嫉妒呢？你的阿玛是正亲王，是大清3朝元老，你的血统也算是够高贵了吧？可仅仅就在上百年，甚至几十年前，汉人早已学会琴棋诗书，钟鸣鼎食，而我们呢，却还在草原上放牛放马，打猎杀鱼，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。谁的高贵是天生的？谁天生的血统又是低级下贱？为何我大清要仿照明朝的体制来治理天下？那是因为汉人的文化要比咱们先进。皇上，简亲王言语有所失措，但其本意是忠君爱国。过去的历史不去说它，高贵不高贵的也不去说它。如今大清已统治天下，祖上为何要立下这条铁规呀？便是要防止八旗子弟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得而复失啊！皇上，朕王爷一语中的，臣等期盼皇上三思。得而复失，朕娶了一个汉人女子为妃，便要亡朝亡国，不是一直在说满汉一家吗？啊！各位王爷大人，如果朕决定要封董小宛为妃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啊，诸位爱卿，都想好了吗？皇上，若坚持不顾祖上铁规，一意孤行，首先，议政会议绝不敢交出两黄旗的旗印呐。郑王爷，本来朕可以先等交印之后再行侧妃之事，但朕并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那是出于对议政会议的尊重和坦诚。为何你们就不能对朕通融一点呢？皇上想要一个通融的法子，臣倒有个想法，不知可否能行。鳌拜大人最忠君，朕也对鳌大人抱有信心。鳌大人，请说吧。皇上，董小宛是皇上深爱的女人，而且已归我满旗，给她个名分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因情况特殊，皇上所赐名分，应当在常在与贵人之间，绝不能封为正妃。如果皇上执意要封董小宛为正妃，那就真的伤了满蒙八旗子弟的心呐。皇上，敖大人言之有理，臣附议。敖大人此意大谬。苏大人也别急着附议。皇上，臣以为无论什么名分都不可赐封汉人女子。皇上，此例一开，日后必乱呐！皇上，不能开，不可开呀！皇上，皇上，不能开呀！朕感谢鳌拜的忠心，不过朕也不能同意这种通融的法子。董小宛是朕深爱的女人，朕爱的女人，岂能赐为常在或贵人呢？兴许皇上同议政会议较量后会知难而退，眼前的危机暂时过去。若皇上决意前行，我便与皇上一道前行。皇上所行之事是对的，我别无选择。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郑王爷，你方在说拒不交旗印时，用了“首先”二字。朕想知道这“首先”之后，议政会议还会用什么方式来对付朕？皇上，议政会议对皇上的忠心和苦心，
苍天可见呐！求皇上，就不要再逼臣等了。朕没有逼议政大臣，朕只是想知道，你们议政会议到底还要怎么对付朕？告诉朕，这对朕的决策大有帮助。皇上，倘若议政会议一致认为皇上所行之事会危及我大清的江山，议政会议恐怕会被逼动用祖宗家法，另择新地了。皇上，难怪皇娘会这么坚决地反对警告朕，难怪皇娘会说朕想说服他们是万万不可能的。皇娘比朕更了解这些支撑朝廷的人，这道难关，难道朕真的迈不过去了吗？英儿，奴才在。你速到坤宁宫，速传皇后和几位正妃到朕的西暖阁，朕有点事要交代他们。这。改天呀，一定请供你坐坐。好的。恭祝皇贵妃娘娘安康吉祥。免礼吧。谢娘娘。本宫与你们那是姐妹，不像皇后娘娘，见了面还得行大礼，还得称臣妾。皇上今天叫我们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谁知道吗？皇贵妃娘娘都不知道，我们哪能知道啊？果真神通广大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吧？皇贵妃娘娘，本宫并没有什么神通，更谈不上什么广大，所以本宫呢也是毫不知情。听听，大家听听，身为德妃的果真，仗着皇后的事，说话都锋利了不少啊。敬妃娘娘驾到！姐姐来了，淑妃，姐姐定会记住你这声问候的，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甚是温暖。静妃别多心，不是本宫失礼，只是礼节和称呼上，一时还不大适应。姐姐是好人，这个本宫清楚，因此姐姐才能升为贵妃。本宫真为你高兴。照静妃的意思说，我们是坏人了，本娘娘是坏人了。皇贵妃以自称娘娘，
那我就不必在后面尊家娘娘了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自己应该更清楚吧？静妃这话说的可有些放肆。怎么着，还想治我的罪啊？哼，只可惜啊，你跟我一样，手中都无中宫监表。哼，落水的凤凰不如鸡，静妃最好记住这句话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众妃请起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上总算想通了，不会再考虑立董小宛为妃之事了。这多亏了在座各位议政大臣立场一致，强行劝阻了皇上。若非如此，一旦皇上封妃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？对，所以依我说，重大事情、关键时刻，议政会议一定要站出来，帮助皇上做正确的决定。只要咱们议政大臣立场一致，皇上就会知难而退，迷途知返的。刚才啊，我看到皇上眼里含着泪水。说老实话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哎呀，敖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啊？这关键时刻心不能软，心软会铸成大错。